一個有超過30次強姦同行劫案底嘅積犯，喺07年出獄之後再次犯案，入屋爆竊同強姦咗2個女人。被告早前喺高等法院承認2項強姦罪同埋2項嚴重入屋犯法罪。星期五喺高等法院被判處終身監禁。辯方喺求情嘅時候話，被告已經48歲，如果被判處長期監禁，出獄後已經年紀老邁，對社會應該唔會再構成威脅，要求法庭能夠判有限期徒刑。根據被告精神科報告顯示，被告曾經講過，入屋打劫之餘仲要強姦埋女戶主，係因為有機會唔好嘥，認為被告有反社會人格障礙，係冇良知冇良心。法官判刑時就指，被告經過長時間嘅監禁，出獄後短時間內又再犯案，反映長時間嘅監禁對佢起唔到作用，認為被告對社會尤其係女性構成嚴重嘅威脅，根本冇辦法估計威脅幾時先至可以解除。喺考慮到被告認罪同埋年齡之後，認為判處被告無限期刑罰係適當嘅。法庭並定出被告最低監禁期要有18年，之後先至可以再作檢討。48歲嘅被告陳利發自18歲起就開始犯案，累積咗32項案底，其中22項涉及非禮、強姦同行劫等罪名。佢曾經入獄16年，喺07年放監之後大約3個月，再先後2次喺深夜潛入北角同埋香港仔2個住宅打劫同強姦咗2名女事主，之後喺深水埗被捕。ONTV 記者姚永欣報導。